晚上若不顧寒氣，看一場三級戲。姨婆勸佢係怕佢會死，偏要被人罵成是卑鄙。暫亂之咪最罩忌，連純粹好心亦會嘥鬼氣。姨婆掉眼淚，是叔公不抽睬佢，佢阿娘話佢衰女，最怕200公知道，又話要打佢。姨婆掉眼淚，自知講乜都不對，400娘話平有獨家的率先斬佢，斬咗有罪，離場時論上玉器，秘密詳情在報紙裏。問你點解斬瓜佢，多口有罪，成盤人成船在判案後，昂然地着草去。